Hello，大家好，咁今日咧，我哋嚟玩呢個 PVP，嗱就搞下第三方。PVP。1000，跟住顯示我可以買2300嗰啲嘢喎。等等，等我一下。夠唔夠咧？好緊張。400。好啦，得未啊？我想講，咁遠未得。搞錯。我先攻到你啊！低過你啦，高你2000啊！你睇下表格，英雄做唔到傷害啊！水裏逃生教學，水裏逃生。咁又死，點解？好，咁我哋今日又試玩先，咁又未正式嚟玩。拜拜啦，各位，拜拜。